Hello， 大家好，真房源真價錢，歡迎收睇我哋嘅頻道，我係龍興志阿豪。而家我哋喺開成大道嘅邊上，我哋就喺大潤發商超嘅門口，對面咧係我哋天虹商超，隔籬仲有兩個商超嘅四大商超環繞。呢個係我哋公交車站，10幾路公交車，我哋去到邊度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今日我哋睇係咩小區咧？就係我哋金碧蘭灣呢個小區啦，中心位置一個小區。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嚟探訪嘅係惠陽嘅熱門樓盤金碧蘭灣。呢度不僅係剛需置業嘅性價比之選，更是投資者眼中嘅潛力股。佢究竟有咩優點呢？我哋一探究竟啊！金碧蘭灣位於惠陽區開成大道南路，地處淡水與大亞灣交匯嘅板塊，緊鄰我哋高鐵站惠陽站，自駕僅5分鐘，公交3站可以直達。無論係往返深圳嘅上班族，還是周末出行，呢度都可以滿足高效嘅通勤需求。落樓公交車路線多，可以到達惠陽大亞灣嘅各個區域。深圳方向嘅朋友經過沿海高速、深汕高速都可以快速到達，無縫連接雙城嘅生活。生活配套可以打滿分。小區嘅對面呢係天虹商超，落樓可到達大潤發、華潤萬家，樓底下嘅市場可以滿足日常嘅採買，周邊銀行、醫院、公園一應俱全，真正實現咗落樓即係生活。社區雖然唔大，仲配備咗兒童樂園、健身區，麻雀雖少，但係我哋五臟俱全。小區嘅綠化率高達32%，容積率4.03%，入住率高，物業安保嚴格，居住安全有保障。今日睇嘅係一套細3房嘅單位，跟住鏡頭一齊去睇睇。而家到屋苑裏面呢套係82.5平方嘅3房，入門嘅左手邊係一個鞋架位，我哋可以做到頂嘅。再過嚟係一個9.1米嘅進深嘅餐客廳，做到等寬，開間係有去到3.4米。最大嘅亮點咧係我哋廚房，廚房之前生活陽台佢推埋出去啦。呢個廚房係有去到6.6個平方嘅，呢度擺翻個大雪櫃，成個空間咧2-3個人去裏邊都 OK。呢個係簡單嘅4人台，我哋擺6人台都係 OK 嘅。呢個係客廳位，簡單嘅梳化、電視櫃，仲帶咗一個60 cm 嘅飄台。我哋呢個朝向係朝南向嘅。公共衛生間都係比較大嘅，3.6個平方嘅公共衛生間，帶咗一個窗，即係通頭先廚房嗰個空間嘅。房間睇睇，我哋呢個房間咧比較細啲，有翻9.2個平方。睇個視野咧係睇前面冇遮擋嘅，光線係非常之好。第二個房間咧比較細少少，係5.5個平方嘅一個空間，但係光線咧係唔會差嘅。呢個空間比較正方形啦，比較好設計嘅。我哋主人房最大嘅亮點咧係帶咗一個陽台，成個主人房唔加陽台係有翻10.1個平方，做到頂嘅衣櫃一張大床。然之後個陽台咧係朝南向1.5米開間嘅陽台。睇個視野，成半個淡水大亞灣都睇得到嘅。而家我哋仲要喺呢套房82.5個平方3房，業主咧係53萬可以出嘅。優缺點講一講，第一個優點咧係呢度落樓2個商業啦，一個大潤發，一個天虹，個市場咧都係隔離300米可以到。第二個優點咧，交通方便，樓底下就有公交車，有10幾條公交路線，你去沙田站又好，高鐵站或者客運站，惠陽大亞灣嘅各個地方，佢公交都係可以直達嘅。第三個優點咧，我哋82.5個平方做到3房，而且個餐客廳、廚房嗰啲都唔會細，使用率咧算比較高嘅。第二個仲有一個優點就係我哋全屋算比較新淨，呢個我哋搞下衞生，換下啲家私家電咧就可以入住噶啦。缺點都講一講。缺點咧就係我哋呢個小區係中心位置啦，個流動咧唔係太多，即係小區唔係太大嘅。如果中意呢套房嘅話咧，可以隨時聯繫我哋 WhatsApp 嘅，關注我帶你睇盡惠州靚房。